小青创是分段二级毒品依托米酯，干那今年1月到4月，查到6以外检体已经超过1600件，比去年规年是搁较济。就检方认为讲，因为这种的含其他的毒品来比较是较俗，所以少年族群才会摕来乱用。那警方是认为毒品贩仔对边境走私原料来到台湾加工，这边境就要抓较严厉。警方停单红灯后，后边车高速冲撞死亡。新北市三重埔这车祸驾驶食毒赛车，很恐怖哎10人吹油门冲撞，造成致死真侪人受伤。伫新竹富林国中头前的严重车祸，也是食毒吊死。毒品问题一直危害治安，佮真侪摆甲依托米酯有关系。大部分使用的人都是年轻人，然后甚至连药头都有未成年的，对，所以其实这种毒品在年轻族群里面泛滥的情况，应该算是蛮严重的。俗称宋氏烟团依托米酯已经带回二级毒品，暗过伫今年前3月，全台医院查到2200多件，占全部毒品案件比率超过10%。今年1月到4月，查到相关非药物检体有1600多件，比去年规年拢较悬。检方表示，依托米酯伫台湾严重泛滥，尤其见效较俗，各互少年族群滥用。有来到我们，譬如说门诊啊、急诊啊的医疗的部分，其实我们也都会观察到这些个案可能同时合并其他物质使用的比例是高的。那同时也有其他精神科的问题，包括说忧郁症啊、焦虑症等等的其他精神共病的状况也是高的。这种新毒品大部分掺在混油，配合电子粉使用，那加过恐吓释放自伤，甚至主动伤人。有医师点出，酒精的个案变质，加毒品那是依托米酯，和危害更加严重。在食物上查缉到，它几乎都是进口所谓的这个原液，就是原来的粉末。到台湾之后，再进行所谓的稀释跟分装的动作。在边际的部分，我们要求海关来同步来做边际的查缉，希望透过原料端加强的防堵。警方分析，伫依托米酯在做毒品进前，无外图已经毒贩大量走私原料制作，即马个人滥用问题严重，毋但爱加强查缉嫌犯，协助民众戒毒，边境是毋是用有效哪查提前冻伫关口，也是重点。记者综合报道。